阮爸爸因为做校长嘛，调任的关系，所以讲伊调去台北调来埔里。我对埔里这5年的印象上深。你这5档内底，你敢有印象较深刻的？有啊，较早有2个迄个原住民啊，一个足大丛的叫金生民，一个较细汉叫石永富。你敢会渴望会看到伊？你进前哦，脸书社群哦，要找无啦？找无，你是找无，因要哪找有？对，无可能。原来你徛咧遮，你会紧张无？成日去，我规身躯起鸡母皮。你规档无看到伊。来算算的62年，即马114年，52年。好啦，安尼咱来倒数。5、